我哋平時去私營醫療機構求醫，當然希望得到適切治療同優質服務。不過唔愉快嘅事有時都可能會發生，就好似以下咁。上次做身體檢查，調轉咗報告件事，令我好困擾啊。我之前都試過類似嘅情況。我記得投訴機制係有2層，第一層係直接同嗰間私營醫療機構反映，如果溝通完都唔滿意間機構嘅處理，或者可以考慮第2層去投訴委員會投訴。雙方溝通咗先，了解對方嘅關注同澄清誤會，真係傾唔到先考慮其他方法。喺處理過程中，投訴委員會會審視被投訴嘅私營醫療機構有冇遵守私營醫療機構條例以及相關嘅實務守則，從而決定投訴係咪成立。對於個別醫護人員專業操守嘅投訴，係屬相關專業規管機構嘅範疇，例如牙醫管理委員會、醫務委員會或護士管理局等。至於純粹有關職員態度呢方面嘅投訴，都唔係投訴委員會可以處理到嘅事項。如果投訴涉及買賣交易或者有關退款、賠償等嘅爭議，係唔屬於投訴委員會嘅職權範圍嘅，我哋可以聯絡消費者委員會，又或者透過另類爭端排解方式嚟解決，例如調解。喺投訴嘅過程中，少不免需要付出時間同精神，亦可能會牽動到你各樣嘅情緒。所以，不如向相關嘅私營醫療機構表達你關注嘅問題，等大家有機會互相聆聽同溝通，話唔定經佢哋嘅詳細解釋之後，可以達至互相理解同改善服務嘅雙贏局面呢。好啦，互相聆聽，相互溝通，解決爭議，共創雙贏。